3.2公顷青景景的一片，看起来相当的水。这是东势寮清水公园的水穴，是当地蓄水池。也毋过，毋知影为虾米时阵，水面上拢是水浮量。当地烦恼会影响环境，希望会当赶紧清除。对内生蠓虫啊，安尼看到嘛压杂。就是时啊，拢去翘下水质足歹啊，水质偌歹黏咧，这现在这乌蛇软吼，甲伊逼起来，你就毋敢大只济啊，足臭啊，足臭啊。这拢庄卡是做田人啊，大家加嘛来养来创啊安尼尔。啊，你要用这，毋是讲3-5万就用会起来呢。水浮量原本是做景观使用，虽然有净化水质的功能，也毋过生态速度真紧，会造成水质油氧化。区公所回应，若要清除，费用要由庆济宫负担，而且公园水穴水浅，清除作业进行起来非常困难。怪手下去的话，因为现在它那个虽然没有水了，但是它会陷下去了，很危险。所以说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没有办法一口气把它全部都清除掉的话，你今天只清除一部分，过2-3天它又长满了。所以，纵使找到经费，也很难处理。你一定要固定的管理，做水域的疏伐，留下小部分让它继续长。那样疏伐起来这些东西，你只要经过曝晒，它就变成有机质，然后可以作为肥料。这种状况是地方几十年以来头一回。最近一摆清除是靠风台把水浮量冲入闸门溪，由天来解决。虽然造成公园生态冲击，不过有人翕到保育类林甲鸟仔的踪列，嘛算是另类欣赏鸟仔的所在。但是新闻出发采访报道。